好啊，我係 Boyi。今日係2026年嘅1月11號，咁同大家做翻個港股一週回顧同埋前瞻先。咁睇翻個恆指圖啦，咁就今個星期咧都係喺翻個高位嗰度整固翻嘅。咁恆指全週都係跌咗0.4% 度啦，喺翻26,200點呢一度收嘅。咁就企穩咗喺26,000啦，咁就睇落去咧個 risk on 咧就未散嘅，不過高位可能有少少獲利回吐啦。咁同埋呢幾日啦都多啲政策或者新聞咁樣嘅密集出台，咁就令到個波動比較大嘅。咁我哋首先回顧翻啲新聞先啦。咁內地咧就出咗幾個新聞啦，咁就包括有電商嘅新規啦，咁就針對翻個電商同埋線上平台嘅競爭出招嘅，包括咧就禁止啲平台逼嗰啲商家咧參與促銷同埋加強翻嗰個直播帶貨嘅行為嘅。咁呢一個咧就會喺2月生效㗎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反壟斷同埋反不正當競爭委員會辦公室對外宣布嘅外賣平台行業展開嘅廣泛調查，咁就重點關注個價格戰啊、過度補貼啊，同埋個流量操控等等嘅內卷式嘅競爭嘅。咁睇完呢兩個就主要就知道比較大影響可能就係美團啦。咁我哋睇翻美團個表現先啦。咁其實佢今個禮拜咧就都好差下㗎啦。咁樣由直頭係由星期一就跌到星期五嘅，咁就喺翻跌穿咗100蚊啊，喺翻呢一個98個半呢啲位嘅。咁要留意翻啦，咁其實上次嗰個低位94個幾嘅啫，咁樣呢啲位咧就最好就唔好穿啦。咁 keep 翻喺個橫行區107、108同去到呢啲位嘅話咧，咁如果係一個整固好嘅區域咧，有機會咧就會見底，有機會會反彈嘅。咁但係如果佢穿翻去94蚊樓下嘅話咧，咁就可能有得再見低啲嘅情況出現啦。咁就希望就有翻啲好消息啦。咁就睇翻佢年尾出翻嗰份全年嘅報告會係點樣啦，喺1月尾2月頭嘅時候。咁另外就有隻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其實都好受呢一啲平台嘅補貼競爭嘅規例所影響嘅，因為佢最主要都係受喺之前外賣同美團咧打仗嘅時候咧，價格戰嘅時候咧都做咗好多補貼嘅。咁所以咧短線咧你見到咧，雖然佢呢幾日咧有啲同 AI 相關消息嘅利好因素啦，咁你見到佢都係補翻上次嗰個裂口，去翻142個幾嘅個低位，咁就都係啦。呢啲就短線係個頸線係啲 support 位啦，呢啲位就最好唔好穿啦。如果唔係就個樣就開始衰，就驚佢有再多少少嘅回吐啦。咁另外咧就係內房嗰方面都有消息嘅，咁樣就有報道咧就話萬科其實都獲得部分內銀嘅同意，可以延遲交付嗰個貸款利息啦。咁個付款利息咧就延遲去到9月份嘅，咁就爭取翻啲時間可以唞下啦。咁萬科咧，咁今個禮拜咧其實佢開頭嘅時候咧，其實咧內房咧星期1、2都有升嘅，咁就可能知道有春光鴨知道可能個息嗰方面咧可能會搞掂啦。咁但係你話反彈又唔係反彈得好足嘅。咁內房暫時見到可能都係一個短暫嘅情緒止血啦，降低翻個爆雷嗰個風險，但係個資金壓力仍然都存在嘅。咁嗰個信用嘅日價都係好難可以減翻落嚟嘅，所以你見到內房嗰個板塊咧都係只係反彈啦，就唔係一個牛市啦。咁市場同一時間都擔心翻個地產會個內房嗰個消息啦，會影響翻啲內銀嘅。咁所以你見到咧，譬如工商銀行啊，有翻啲回吐翻落嚟嘅。另外仲有其實中國銀行啊，你見到咧，全部咧今個禮拜咧都受到呢個內房嘅消息有影響啦，都係有回吐翻啲落嚟嘅。咁就算係建行啊、四大銀行啊，全部都係有啲高位回吐嘅跡象㗎啦。咁所以今個禮拜港股係主要因為呢啲咁嘅原因咧，比較做得比較差。咁講翻啲好消息啦。咁樣上個禮拜我哋提過咧，就係腦機接口板塊啊。咁就講到Neuralink 咧會量產嘅消息刺激啦，咁就真係升嘅。咁加上咧就政策咧就有啲係支持翻呢個腦機接口嘅板塊嘅政策出台啦。咁你見到咧星期一咧就爆咗上去嘅。咁呢隻係微創腦科學2172啊。咁你見到佢星期一出咗個消息之後咧爆咗上去啦。咁呢幾日咧就喺翻嗰個上升嘅陽燭嘅中間位咧喺度整固緊嘅。咁另外咧仲有幾隻都係有呢啲移動嘅。咁另外就仲有隻
動極光嘅6681啦，咁都係咧星期一彈咗上去啦，喺高位喺度整固緊咧。另外就最勁嗰隻咧就係隻南京熊貓啦，咁樣咧就星期一升30幾40幾個 percent 啦，跟住而家亦都係喺高位整固翻出嚟嘅。咁而家好明顯嗰個資金咧就將呢一類型嘅醫療器械嘅概念咧推到一個新科技嘅主題去炒作㗎啦。咁就可能短線會有少少炒作啦，但係都要小心翻，因為其實佢突然間星期一升咗都好多㗎啦，有機會會喺翻呢啲位回吐翻，做翻個整固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同物理 AI 相關嘅方面嘅消息啦，就係隻黑芝麻嘅。係啦，咁隻黑芝麻咧，咁就公司公佈啦，佢個自動駕駛個芯片咧就已經獲得咗美國相關部門嘅批准，可以全球銷售啦。咁所以咧，咁市場就解讀咗，認為係呢一個供應鏈或者係合規嘅風險下降咗。咁個短線你見到啦，星期一裂口之後咧係彈咗上嚟啦，而整固之後咧，再喺星期五嘅時候繼續上嘅。咁你見到嗰個量啦，同埋嗰個價咧都係向上升啦。咁就有可能咧就上翻上次嘅高位26個幾啦。咁睇下會唔會可以一次過衝破，定係話會整固完就再上啦。咁另外就 IPO 啲反應就好好嘅。咁例如就今個禮拜最勁嗰隻就 Minimax 就禮拜五上市嘅，咁就直頭係升咗1倍。去到呢一個345蚊嘅啦。咁另外咧有兩隻都好好嘅，咁例如就係做呢一個AI agent 嘅都係就2213智譜啦。咁智譜咧咁首日咧都升成13%嘅，咁樣連續2日累積計埋嘅話咧，咁就升咗36%。咁但係上個禮拜尾就1月2號出上市嗰隻逼印咧，咁逼印都表現非常之好啦，雖然佢上完之後回翻落嚟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嗰個累計升幅都升咗成70%㗎啦。咁呢啲位可能市場消化完一輪，有機會會繼續上啦。咁因為始終佢都係做翻啲 GPU 啦，而 GPU 喺香港暫時又未必多啦，都係得呢隻或者啱啱上市嗰隻天璣。咁所以咧就比較稀缺啲嘅情況啦。咁就睇翻可能新股會唔會有機會喺整固之後咧，再有一啲好啲嘅表現啦。咁但係我哋見到暫時就係IPO 上咧，對於呢一啲科技 AI 嘅科技股嘅意願咧，叫意欲係明顯係升翻嘅。咁當呢一個 IPO 可以高開再高走嘅話咧，就反映翻其實啲資金咧係入去呢一個 AI 同埋半導體嗰個成條嗰個資金鏈嘅。咁不過同時有機會咧就係舊啲嘅科技股啦，會抽走一啲部分嘅資金啦，有機會會有相對嘅波動性啦。咁所以咧，綜合翻嚟講咧，我哋睇翻個恆指嘅話咧，咁就有幾個心理關口啦。第一就26,000呢啲位就最好就唔好穿啦，而最好希望下個禮拜可以彈翻上去添。如果唔係咧，咁就一個頂一低過一個頂個樣就開始有啲臭臭地樣㗎啦。咁就主要就睇翻如果想重拾升軌，首先個成交要配合啦，另外就係啲監管嗰啲因素就唔好再出太多負面嘅消息啦。咁下星期咧有啲咩焦點咧？咁首先咧就我哋要睇翻就係中美嘅關係會唔會再有一個升級啦？因為其實週末嘅時候咧都個關係越嚟越緊張啦。首先咁。中國就中方咧就回應翻日本嗰個抗軍嘅挑釁，咁所以咧就喺黃海同渤海咧嚟緊就會有一個連續20日嘅軍演。咁另外咧就有日媒咧就指呢一個銷售稀土嘅中國企業已經通知日方咧會停止簽新嘅合約啦。咁所以如果真係一旦停止呢個合約咧，會其實影響嗰個日本嘅 GDP 會下降大約1.3至3.2%嘅，因為其實佢哋都需要稀土做翻啲晶片或者其實都要儲翻嗰啲戰略嘅儲備啦。咁所以高市早苗啦都話對於中方嘅呢一啲嘅經濟上嘅威脅咧係無法接受啦。咁就要挾就會尋求 G7 嘅合作啦，睇下點應對啦。跟住就會確保嗰個物資來源啦，就唔會接受單一國家嘅影響嘅。咁另外星期六就出咗一個咧，北京官方嘅一個警告啊。咁樣咧就有一個報告叫做《日本右翼勢力的核野心對世界和平嘅嚴重威脅》。咁樣咧呢一個報告寫啲乜嘢嘅咧？成30頁㗎。咁就指控日本可能其實已經秘密生產緊一個核武器叫鈈啊。咁鈈係乜嘢咧？就係一個放射性原料，咁就可以做一個核嘅燃料同埋核武器嘅裂變劑啊。咁佢就份報告咧就聲稱咧，其實咧喺
拜登嘅時代咧，已經同咗國家主席習近平咧講咧，日本其實係可以透過呢一個佈嘅技術咧，可以一夜間擁有呢一個核武嘅。咁就呢份報告就呼籲翻大家國際要對翻日本嘅核武器嘅野心咧採取強烈嘅行動啦。咁所以咧，今個禮拜咧就要留意翻雙方會唔會有更進一步嘅升級行動啦。咁數據方面咧，要留意翻就係星期三就會中國公布12月進出口嘅貿易數據啊。咁會係外需同埋出口景氣嘅重要觀點。咁今集講嘅係咁多，咁以上提及嘅股票我都冇持有嘅。咁祝大家投資順利，下星期再見，拜拜。